幾多年會講北部棉花板同南部差幾多？差幾多也冇相同，用的冇相同啊。它的Q 度還有它的透明度、製法，呀做法冇嘛相同。冇樣嗬。哎嗰種咩係生南關？部的北部這個咬起來就嚼勁比較 Q 彈了，它比較也微微有比較透明。像北部的這個就比較白，比較個款係咪？嗰款係白色，冇樣。冇嘛強樣。嗰種是北部嘅咩生關咧？係生唔會嗬。從我生日咧嗬，見下去南部嗬，因為喺台北出生，啊，過去南部，除了佢講來過來吃棉花板，吃棉花板是客家客家板條。板條，客家那個滷豬腳啊，這個一直講，它就會吸引你。哦，原來好食。見太嘢都講唔好貴。哦，用食咧就貴呢貴。哦，萬歲時間友好啊。他講到板條哈，講到豬腳或這個高麗菜風啊，什麼冬瓜什麼，就會勾起他，因為他小時候。過年過節我都會專門過去過年。啊，棉花板對你們係幾重要嘅？係啊，你想到對你重要料理都係。韓式讀美濃中學，從中學嘅咯，都會去食棉花板，美濃中學嗰度棉花板店。啊那幾家個有名，個好食，我哋都會。萬歲路貴好食。食唔會味，咁當然冇明日生咯。我有阿爸阿媽本零用錢啦，有可能食啦。咁唔家下可以做便呢？係乜嘅反應啊？哦，做便嗬，阿媽其實客家人嗬，唔係從人哋結胎以前嗬，唔到好本身人嚟去做便，所以阿媽是反對我做便。我講頭擺我哋對阿邊個句好。頭都講都頭擺明年阿邊個陸戰隊啦，冇陸軍會去卷馬會啊，為來都上下去駐歌。啊，今日嚟陸下係也買郵票，買乜嘅插貨碟，全部都係嚟陸下。啱尾都對人句好，所以咪咧也換房學結束一隻位，嘅檢查都停喺陸下門口，全部啱尾都喺駐嗰度東西。大家依依不捨。